呢個地方真係唔錯。歐陽靖你識翻嚟算你識貨，呢度吃喝玩樂樣樣有齊，仲有歌影視業俾你發揮。你上晒位，大家都有眼睇，睇電視連阿婆都知邊個係 ABC。D 報章雜誌喺個封面有好大隻字寫住 MC Jin 歐陽靖。你當初要翻嚟香港玩，出得嚟行預咗俾人彈，但係見你都算 OK。老人家話萬事起頭難，你 freestyle 犀利個個都知，不過真係要執好中文咬字，仲有啲量詞都唔好搞錯。你紋身嗰條頸係一條咪一個，係一條咪一個，係一條咯。你就算撲到，我信你做得到。連贏7場 battle 係好架勢，好耐之前已經喺 YouTube 度睇，對住黑人，你叫佢返屋企，你俾着我就美。嗰次你為華人爭光，返到香港有好多嘢俾你忙，做音樂出碟拍電視廣告，立 club 出 show 做主持，你名氣響當當，你名氣響當當，我名氣就咁樣咯。喺香港你咪第一次嬲人 battle， 又話幫人哋出埋的士錢好唔好？今次仲叫人怕輸就唔好 rap， 我話你知，就算你 rap 咗都唔一定贏。其實 rap 係可以強身健體，你至少要用力揸住支咪 ，rap 嘅切磋都要講少少禮，真正 battle 一齊人對鬼。